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3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大家头先就来报认知。在今日国内又搁增加5个确诊病例，其中有4位捌坐过漩涡公主号。台湾到今已经有393人感染。因为疫情的关系，财政部宣布讲，本地5月爱申报的综合所得税会当延长1个月，上久会当到6月底。今年欧阳镇的介绍受到疫情影响，剩去年一半尔。农委会也启动讲渔会收购当准机制。国内在今日又搁增加5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而且这5个全部都是对境外入来的，其中有4个捌坐过漩涡公主号的邮轮。目前全台湾拢总有393人感染，6个人死亡。在咧感染病例当中，有12个人真严重，也正咧使用呼吸器治疗。国内阁新增加5个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全部拢是境外移入，其中4个人是漩涡公主号的乘客。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第389例到392例，还有另外3个亲友，总共7个台湾人。3月初5拄伫坐起漩涡公主号邮轮，这只邮轮原本定伫咧3月19伫咧阿根廷结束旅程，毋过因为阿根廷顶真侪个封锁边境，无法度停靠，所以邮轮伫咧海上漂流真侪天。4月初4停靠美国迈阿密港口，迄当阵船顶已经有22个人确诊。其中3个人死亡。经过外交部协调，这7个台湾人4月初9由邮轮公司安排包机去英国，而且伫咧12坐飞机登来台湾。入境的时阵，4个人采检是阳性确诊，其他3个人检验阴性，带去集中检疫。最后那个舱里面大概除了他们7个人以外，大概不会超过20个人吧。好，非常的离得非常的远，一切都把它做最高规格的来处理。好，那也准备要3采阴，好来确认相关的情况。另外一个境外移入的第393个案是进前确诊个案384例的家属，长期住伫咧美国，入境时阵已经有遭报症状，拄机着坐救护车送病医采检确诊。2个人伫美国拢捌甲有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接触过，目前累计国内总共有393个人确诊，有6个人死亡。其中无症状的感染者有22例，占5.7%，还有12个人是真严重的肺炎，伫咧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治疗当中。到目前为止，还有12例是在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照护当中。但是顶一日确诊的酒店空关第379例，伊的接触者扩大列出123个，其中伫咧上班接触的人有96个，家属4个，其他的接触者有23个。疫情调查大部分已经完成，接触者的所在地以台北市为主，已经采检12个人，有10个人阴性，还有2个人伫咧检验当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的感染人数，到今也已经超过55万人，死亡人数也有2万多人。美国也变作是全世界上界严重的国家。伫咧纽约州已经连续6天，单日的死亡人数拢超过700人。美国50个州拢进入灾难状态，这是英国毋捌发生的。不过美国政府也是希望讲，会当伫5月初1解除在家隔离，让民众回去上班。And you're also seeing a recurrence of the terrible news, which is the number of lives lost, which is 758. 美国纽约州的州长古默在当地时间4月12日，搁再宣布一个歹消息，过一日又搁新增加700多个人死亡，这也是当地连续第6天死亡人数超过700人。这阵全州累积的死亡人数要超过1万人啊，感染的人数超过18万。虽然确诊的病例这阵也无下降的趋势，不过这个增加的速度有较慢。古默已经下令雇主一定爱替员工传喙罨。纽约州继续在咧和病毒相战，其他州的疫情也对咧升温，各州的病例拢超过100人以上，全美国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55万人，2万多人死亡，这已经是全世界上最的纪录。当伫咧美国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也逼出有550个人确诊。总统 Trump 伫咧4月11日已经批准怀俄明州进入灾难状态，创下美国有史以来头一摆50个州拢进入灾难状态的情形。这阵疫情是愈来愈危急。Trump 说伫这个时阵表示，希望美国人会使赶紧结束踮厝隔离的这个部分，希望完全复工。I want to get it open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country was meant to be open and vibrant and great, not where people are, staying and. We're looking at May 1st. Obviously, we want that to happen as soon as possible. I can't predict at this point because, as I said, things are happening very rapidly. But this team
this team of doctors, this team of experts, all of government approach, they're focused at looking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time that we can get Americans back to work safely. 不过5月初伊是毋是有法度真正复工，恐惊毋是 Trump 政府讲的准算，因为是毋是有法度解除店厝隔离的政策，决定权伫咧州政府的手头，并毋是联邦政府。纽约州已经表示希望赶紧重新开放，但 New Jersey 是烦恼讲，准讲伤早开放，这疫情恐惊会更较歹收煞。记者综合报道。 接落来，咱来看中国。中国伫12日间就增加108个感染者。中国官方也讲，其中有98例拢是对境外入来的。针对着疫情，中国流行病专家钟南山也表示讲，对境外病例造成中国出现第二批疫情的几率是真济。不过，这喙暗也是继续爱挂掉的。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显示，4月12日一天，因新加确诊病例有108例，创下3月初5以来第一届新纪录。其中98例是为境外来的，有10例本土病例，黑龙江各有7例。中国的疫情搁变严重，为着无要互边境城市水分河变成防疫破口，中国赶紧派真侪的专家去支援。要加强陆海口岸疫情防控，加快补齐外防输入的薄弱环节。 毋但是黑龙江、上海为境外来的病例，嘛真侪为俄罗斯来的。其中4月初10为俄罗斯飞去上海的共一只航班，到4月12日为止，已经确诊有60例。中国专家钟南山认为，虽然中国基本控制疫情，但是国外确诊个案继续咧增加，为境外来的病例造成中国疫情第二届爆发的可能性真小。但是即卖也未到会当甲喙秧起来的时间点。还有从疫区来的这些人，不管是 外国人或者是中国人从疫区来的要检查，跟他密切的人要检查，这个都是主动检查找出来这几十个。 钟南山坚持开始上课恢复工作，伊认为有一个感染无奇怪，马上隔离就袂继续传播。但是嘛，因为疫情严重，全球拢咧欠喙秧，中国是做喙秧的出口大国，质量却一直防讲无合标准。武汉生产商指出，欧美国家订单比进前增加10倍，同时因嘛否认因出口到荷兰的喙秧有任何的问题。记者郭灿社区文综合报道。 中国看煞，咱来关心日本。日本已经宣布7个较严重的城市进入紧急状态。伫咧大阪甲福冈这块所在，街头变加真冷清。不过伫咧东京，顶礼拜6、礼拜依然是人真多。也互怀疑讲，伫东京的人根本无重视防疫。 大阪的商店街，福岛卡的车头无啥人潮，也毋过伫东京上长的商店街，所看到满满的人潮。各公园周末出门的运動散步人潮嘛比以前多。空いてると思って今日来てみたんですけど、意外に人いるなと思いました。 在12日讲是日本7个疫情重灾城市公告进入紧急状态了后的头一个周末，也毋过东京周末的人潮所甲进前同款济。虽然真济商店决定临时停止营业1个月，世界人依然真济。包括日本过了一个周末了后，国内的总感染人数超过7000人。服とか見に、ちょっとお店閉まってるとこも多いんですけど、新宿、原宿、渋谷ちょっと回ろうかなって思ってます。 因为日本的经济状态无经济效力，真济当地居民照常出门踅街。周末都爆发了中央港固定病院的群组感染，至少90人为着新冠病毒。有兵库的一个警署的署长、甲副署长、甲8名警察，因为顶个月参加新署长的欢迎餐会，即马拢为着病毒。护警署内底120名警察拢居家隔离。有自民党议员的秘书为着正做伫个议员办公大楼工课头一个确诊秘书。 街头踅去南韩虽然总患者人数超过1万人，也毋过病人的复原比例嘛超过70%。 오늘 0시 기준 코로나19로 치료받고 있는 환자는 3,026명이며 7,243명이 완치되어 격리 해제되었고 211명이 사망하였습니다. 只是目前7000多名复原的患者内底，有超过100人，佮100个感染病毒住院。另外，因为美国的感染人数超过54万人，南韩政府决定，所有为美国登去到南韩的居民，拢爱接受体检，对所有居家隔离的人用电子仪器监视。 若是伊讲家己无确诊病人的北韩，即马有500多人受到隔离检验，暂时也无确诊病例。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搁伫11日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面顶，要求采取更加严格的对策，防止北韩民众为着病毒。记者连市东报道。
咱拢知影讲，欧洲的疫情当日严重，其中行政院教务委员刘金基的2个查某囝，伫西班牙做医护人员，想袂到因这2个人也去治疗武汉肺炎，其中大汉查某囝佫是险险无命，人总是好心有好报，落尾也是空腹啊。 西班牙一间病院，查囡仔被杀出急诊室，医护人员着对拍扑啊。查囡仔身体虚弱，有关会手飞行。伊是教务委员刘金基的大汉查某囝，他妹妹拢伫西班牙担任医护人员，投入武汉肺炎疫情的医护工作，却双双确诊，目前2个人拢伫厝休养。看到那个他的视频的时候，我眼泪都快掉出来了。他整个脸花红，就是。 我看了就是很难过，但是也没有办法，我也要鼓励他撑过去。刘金基为查某囝的付出感觉骄傲，也真唔甘，爱因好好照顾家己。熟悉交界事务的立委温玉霞是讲，交保为交基的防疫工作尽济力。他们都去买，不管是2万个、1万个，只要买得到多少，他们就赶快买来，让他捐给当地的这些警消人员。除了自己顾好以外，还要照顾一些当地的政府。 这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真的是以他们为傲。台湾的查某囝为西班牙疫情拍拼，马德里的警察大队搁偌济迄天伫一间病院前演奏几首乐曲，向医护人员致敬，感谢因的牺牲。捧着火的医护人员也随着音乐摇动身体，表现难得的轻松。 西班牙的确诊者目前已经超过16万人，也不过考虑近来新增的确诊甲死亡人数拢有减少，西班牙政府有意局部恢复商业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日前伫中华一间翠暗工厂发生一位查某员工去互机台，甲伊正手中载头一节夹断去的意外，经过2个月收养，伊落尾也是康复，回来上班啊，继续做咱台湾的翠暗国家队。 重新返去翠暗工厂，细眼的女员工做工课是真认真，不过正手中在包西仔布，等动的时阵都爱较细致。可以倒来遮，当然嘛，足欢喜的。有人做工课拢足欢喜安尼。虽然卡着钥匙会痛，不过伊要是无休困伫咧包装，为原本的生产线换到包装区。伊讲虽然爱适应一阵嘛，不过会当搁重新倒来做工课是感觉真欢喜。今年2月，因为翠暗当咧赶工课，操作机台的时阵，无细致正手的中载第1节，互机台夹断去。后来医师评估无法度接倒转去，开刀了后调养要2个月，即马总算会当搁倒转来做工课啊。做工课会去撞到还是什么，所以给它包起来，比较不会说。 碰到会痛还是什么？咱咧做口罩有人需要，咱较紧做，做互人当然嘛会安尼啊。总统蔡英文之前嘛特别来探视，互伊感觉真甘心。不过看到真侪同事日啊拼暝啊拼，伫咧生产翠暗，伊心内感觉真袂得过。工厂这边表示，劳动部虽然有放令作业员会当连续做12天，不过厂方也是依期7天休1天，希望互员工会当好好啊休困。差不多了，赶快要回来。我们说还是要好好把它伤口治疗好，然后再回来。工厂表示，政府按算定用翠暗到6月份。 目前公司依期2班制，原本有23个员工，加上新的员工17个人，阁有支援的国军兄弟，逐工做工课差不多有30个人，人力的调度无问题，希望会当减轻员工的压力，继续为防疫做伙拍拼。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疫情期间，正要开始申报所得税咯。不过，财政部长苏建英表示，甲综合所得税申报时间延1个月，所有人上班会当到6月底才来申报。 今年5月是个人申报个人综合所得税时间，因为今年拄好拄到武汉肺炎疫情，虽然国内控制了袂歹，不过为了要避免伫报税时阵人伤多，财政部长苏建英伫立法局财政委员会讲，申报时间将会延长到6月底。有630万的这个报税人，可能会去，甚至有的会去临柜啊清查这个他的这个所得资料。是那。 现在在这个疫情还在紧张的阶段，这样子适合吗？因为国内疫情还是没有那么明朗，所以我在上礼拜就跟苏院长报告，那么苏院长也同意了，就是我们所得税的申报啊，从本来的5月1号到5月31号啊，通案性的延长到6月30号。苏建英讲，所得税每年拢是5月报，若是有特殊情形无法度纳，会当申请分期。
因为目前疫情继续，已经报请行政院当期报税时间延长1个月。各地区的国税局也有相对应的防疫措施。希望那个纳税人尽量透过网络申报。那如果真的要来的话，我们各地区国税局也会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所谓防疫的措施，能够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这样子的话，避免疫情。其实财政部伫最近才宣布，那是因为疫情隔离治疗、居家隔离、检疫等影响，无法度伫咧法定期间内完成报税，会当延期。严过也提醒，今年总所税计算申报第一批退税案件会提前1个月，伫咧6月30退税，也就是民众永远爱伫咧5月底进行报税，才当伫咧第一批摕到退税。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咱台湾援助世界各国防疫物资，是由华航来协助运送的。不过，伫华航的身躯顶，一个无人机的身躯顶有印着 China Airlines， 外国嘅工人认为讲这是中国送物资来的，着民众伫网络发起联署，爱甲中华航空改做是台湾航空，到今也超过4万人联署啊。火烧布条印台湾国旗，边还搁写台湾 Can Help 字样。内底物件就是台湾捐予后面700万片的催暗。华航飞机载运全记录公布伫后面官方网站，引起闹热讨论。不过航机顶悬的 China Airlines 字样，外界质疑，较被告就是中国捐的。今年1月，由台华府甲东莞台北人中陆会发起证明请愿，呼吁台湾政府将中华航空证明为台湾航空。到目前已经超过4万人联署。交通部长林佳龙强调，台湾援助外国爱名真严谨，对航空公司是不是改名，交通部是态度真开放，包括修改契约或航权的谈判必要的一些行政的成本，这个就由国人来凝聚共识。学者分析，航空公司证明是大代志，明只考虑政治目的，因为实际航权恐惊也受影响。华航是上市公司，卡数航权受影响，恐惊影响华航整体营运。另外，航空公司改名，恐惊重新向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注册摕到专属代码，全球航班系统定位卖票都爱变动。变政府时期，华航企业工会都捌估算。改名了后，航机爱重新测过，商票这个成本可能爱10亿，也有后续产生出政治成本，真歹估算，最后是刷刷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我说分明，在今年屏东头一尾的乌昂床大约有超过200公斤。不过受到疫情影响，协会表示讲，今年10公斤的拍卖价格可能只有5-6千块尔，等于是去年的一半。农委会也随启动协会收购动准机制，床下介绍若是低过去年拍卖介绍高成，就符合收购的条件。甲乌昂床拄船床救出来时阵，所有人拢注意伫看。目前又讲规尾应该有超过200公斤。船长表示，伊有40多年的猎鱼经验，毋过掠到乌昂床柜的头一只，嘛是伊人生的头一届。当然高兴啦，这个算是提供钱啦。提供赚到。东港今年头一尾乌昂床是伫咧绿岛东方的海域掠到的，时间嘛比演过较早一寡。毋过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验尸的过程无开放民众入来看，敢乃当看直播，而且协会嘛预计即届介绍无演过遐好。去年的平均价格黑尾呢，差不多在600至650中间了啊。今年的我预测了啊，差不多会跌一半，差不多会在300至400。去年屏东的头一尾捌创下1公斤8800块的价销，毋过即马民众减少出外，餐厅的生意嘛落真济，机票性的第一尾的价销可能会创新低纪录，而且一般创的价销嘛是落1成至2成。目前农委会已经启动协会的收购机制，透过苏澳区渔会。在市场以去年的拍卖价格，如果低于90%，我们就会请渔会进去收购。那收购起来做冻储，那过一段时间等市场价格回稳了以后再释出。4月份开始到7月份是国内创业季节，农委会提出营养稳定市场的介绍。若是协会收购的3天以内必须要付钱，农委会提供无利息的贷款，协助协会资金周转。若是屏东头一尾创业拍卖会，上紧1礼拜以内来进行，同款嘛袂对外来开放，敢若工作人员甲参加竞标的业者会当入场。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清明年假，中央政府有对台湾真侪景点发出警示，而且接落来劳动节年假也要来管制，真侪景点拢会受到影响，而且有真侪观光客的夜市啊，是靠一寡观光客伫咧做收入的，毋但无生理，旅客也甲饭店退房，也连带受到影响。这间位置内湖商路3月底暂停营业，为了服务商务客，预计5月起服务时间调整，早起10点到暗时7点，未来将无提供早顿。因应防疫，民众连国内旅游意愿拢减少，尤其伫政府宣布将管制5一连假人数了后，佫出现一波国旅团的退订情形。自从政府发布这一个呢11疫情警讯之后呢，这个整个呢已经既定的旅游团体呢，就纷纷的呢来延期或是取消。那到目前为止呢，大约呢取消的大概有占比呢，大概在50%左右。民众对国内旅游唔敢去，知名高星级饭店长营打卡也宣布5月起调整营业时间。一礼拜休3天，唔那饭店业受影响。伫中央对11个人侪景点发出警示了后，国内真侪景点旅游人数会减少，像花莲的东大门夜市生意也落真侪。有的几乎没有收入啊，人潮就没有钱潮。根据东大门夜市管理委员会统计，以往假日人平均一暗就要外万，也毋过即马逐工只剩100人，加上夜市大部分的摊商拢是做食的，实在卖袂掉就会害去关门休困，也较袂了钱。将近都有1/3到1半都停止营业了，因为一般做饮食类的食材没有生意都要丢掉浪费，还要员工的薪水，干脆就顺势休息。夜市主委强调，尤其是伫发布国家级警报抗民众避免前往人侪的观光景点减少了后，生意更较惨，不少摊贩已经休困，希望官府会当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波疫情是影响到全世界，真侪人也开始无头路。就学者也烦恼讲，今年毕业生恐惊是真歹找到头路。另外，劳动部也针对着临时工提出安心即时上工计划，全台湾的地方政府大约提供1万外的临时工，对今仔日会当开始申请啊。受疫情影响，往年3、4月拢会举办的大型就业博览会今年花停，虽然6月毕业季都即将要到，加上不少企业自疫情爆发以来营收大减少，人数缩编，就会亏变少啊。种种情势拢互学者烦恼，今年就业人数无乐观。停办的第一个冲击的应届毕业生就刚讲，这个27%已经找到工作的，政府资源有限。会不会对那些就业能力求职管道比较不好的那多数应届毕业生，让他更难有工作？劳团指出，政府纾困方案若讲只是津贴拍这管对劳工的就业无帮助，呼吁政府除了刺激消费，也应该规划安定就业纾困方案，保障劳工。近期各地政府真需要防疫真悬，劳动部是针对短期就业推出安心及时上工计划，全台统计出1万外的机会，开放予劳保投保薪水23800以下劳工申请。若讲录取，逐个月会当上工80点钟，以时薪158块计算，逐个月上济会当得到12640块的津贴。因为公部门最近真的很忙，因为纾困跟疫情的关系，那我们希望各地方政府跟我们一起来通力合作。例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景点可能需要做一些防疫适当的措施，例如量测体温。工作项目以防疫工作较侪，包括量体温、伫景点管制人数、协助卫生局点发催暗等等。地方政府安排面试了后，就会尽速互民众上工。劳动部估计会上济将会陆续增加到6万个名额。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日前严重甲送到加护病房的英国首相强森，但也是已经出院啊。伊也用影片感谢医护人员甲全国民众。不过，英国的武汉肺炎死亡人数也破1万人啊。另外，伫咧意大利疫情改善有确定，不过敢会稳定，就要继续观察。英国首相强生确诊武汉肺炎，也佮一度被送至加护病房救治。好在在病房恢复稳定，佮伫12日出院，也翕影片表达对医护人员的感谢。Good afternoon. I've today left hospital after a week in which the NHS has saved my life. No question. It's hard to find words to express my debt, but before I come to that, I want to thank everyone in the entire UK for the effort and the sacrifice you have made and are making.
强生有新的未婚妻席梦姿也伫推特感谢强大国家医疗保健服务，甲负责照顾强生的圣汤马斯病院员工，佮讲家己永远无法度回报。当年家表示，强生出院了后，未马上登去工作，会先搬到伦敦郊区切克斯的大所在休困一段日子。另外，英国疫情的死亡人数已经到10612人，加做全球第5个死亡人数超过1万的国家。Today marks a somber day in the impact of this disease, as we join the list of countries who have seen more than 10,000 deaths related to coronavirus. 另外，法国协助动力航空母舰戴高乐号传出至少50名官兵确诊，12检地任务行程登去南部的图伦港基地，差不多1700名官兵甲200多名随行舰队成员，拢爱落船过24天，搁接受检测。Oggi il numero dei deceduti è di 431. Il totale delle persone guarite invece sale a 34.211, 1.677 in più rispetto a ieri. 欧洲重灾区意大利疫情有较平稳，12新增加死亡431人，是3月19以来单日上期，而且伫家后病房接受治疗重症患者也已经连续第9天减少，总共死亡人数是19899人，总确诊数156000多例。记者综合报道。土耳其的内政部长索鲁伫12宣布讲，伊要辞职，是因为伊伫顶礼拜5的半暝啊，雄雄宣布要实行宵禁48点钟。民众听到消息了后，也随去抢要买物资，也因为买物件时阵人客人无保持社交距离，恐惊会造成防疫空隙。土耳其到今已经超过57000人感染，特别1200人死亡。土耳其内政部长索鲁12伫社群媒体上宣布下星期复起全职，表示为宣布宵禁到正式进入宵禁这段时间内，无妥当的行政配套。不过总统埃尔多安无接受辞职，索鲁会继续做内政部长。索鲁是伫7日暗时10点左右，无预警宣布包含伊斯坦堡甲安卡拉在内31个省将近6400万人为9月透早开始宵禁48点钟，民众因讲只剩不到2点钟因外出。大家听到消息，真紧冲出去买物件。伊斯坦堡人口1600万，还有附近都市也出现交通大乱、人潮聚集，而且无保持社交距离。伫这进前，全国适量限制进出流动量的政策控制疫情。索鲁雄雄宣布宵禁，引起抢面包人潮。工会专家烦恼，恐惊加做防疫的空隙，也互进前努力去了。今年50岁索鲁，2016年8月做内政部长，伊认为伊家己的资历不应该做出错误的决策。Sokağa çıkma yasağı kapsamında ekmek ihtiyacınızın karşılanması amacıyla araçta ekmek satışlarımız başlamıştır. 这台面包车伫宵禁期间伫路咧叫卖，有个人为阳台放拿落来买，有个人是挂喙暗出门买。宵禁2天落来，超过18000人违规面临处罚。不过卫生官员佫较关心的是，疫情伫未来2礼拜是关键，这一波民众拢去街落冲击，恐惊1礼拜到10天会出现，都惊疫情佫升悬。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疫情当咧严重，美国有一半死亡病例拢出现伫纽约州。伫咧纽约市也有病院为着要应付伤过济病人，煞伫病院外口用一个棚仔搭一个临时病院。咱也做伙来看这寡医护人员究竟有偌尔辛苦。I'm about ready to walk into the ED. We'll see what the situation's like. 这是纽约西奈山病院维修伫真济新冠肺炎病人，院方去2个临时院区，对着医生骹步到其中的急诊部，因看到走廊多满确诊的病人。Things are just totally crazy right now. Everyone is COVID positive in these hallways. All you hear is oxygen. 院区内底充满丧事疏散的声音，也佫有家扫吵闹甲机器的声音，每一位医护人员拢非常无形。And we're about to walk into the second tent that now has patients. And we're just walking through. So as you can tell, we've got patients in each bed lined up. We really have some fearless staff.
互人感动医护人员，也有伫巴黎被小病院甲护病房工作的孤儿医生，被为着伫厝内底休困一礼拜了后，决定回病院。Our job is to take care of patients, and so I have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stay home. I mean, my place was to be at the hospital with my colleagues, with the patient. I mean, I have kids, I have a family, but the place I belong to right now is the hospital because I have to take care of the patient. Well, it's a bit like what happened in the First World War. People were wounded and came back to the battlefield. 伫前线工作医护人员亲像咧战争，为战胜病毒，因搁较辛苦，也爱家己紧支持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互证人讲这是上帝笔写的安德烈·波切利，伫咧国外节即天，在这个 YouTube 顶头有播送伊伫米兰大教堂的独唱会，伊是希望借着音乐来替受到疫情吞噬全世界来祈祷。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的国外节，米兰大教堂袂当开放，互信众入来祈祷。伫咧米兰市政府用心的安排之下，意大利真有名的下届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甲管风琴家维亚奈利举办一场现场无观众，毋过传送去全世界各地的网络音乐会。波切利伫咧真庄严的大殿圣台演唱4条圣乐，有《天使之牛》、《圣母颂》、《圣哉玛利亚》、甲全能的天父这4条。落尾伊行出大教堂，徛伫咧门口演唱《奇异恩典》这条歌曲。独唱会拄开始的时阵，用空翕机呈现受到疫情影响，空空无半人的米兰街路的景致。《奇异恩典》这条歌曲上尾出现的画面，是目前全球疫情上严重的城市纽约。波切利表示，伊相信大家做伙祈祷的力量，感谢有网络直播，会当聚集世界各地的手，做伙替受伤的地球祝福甲祈祷。Sant'Agostino diceva chi canta prega 2 volte. A me piace pensare che questo sia vero, perché così questo momento molto solenne che vivrò domenica sarà un momento di preghiera per me e per tutti coloro che ascoltano. 俄罗斯的国营电视台即天嘛播出古典艺术界的人士，为着要表达对医疗人员的支持，伫保小华戏院所举行的大型演出。2008年奥运铁人3项冠军德国名将弗勒登诺，为着要替西班牙赫罗纳地区的医疗中心募款，11利用厝内运动设备进行线顶的铁人比赛，包括游泳3.8公里、骑铁马180公里。甲伫咧走表的机器顶悬走42.2公里，伊拢总用8点钟33分39秒完成，募到20万500欧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头一批透过指定航班返来到台湾的153位民众，总算度过14天的隔离啊！这寡民众在今日透早离开检疫所，除了表示感谢，也搁再希望政府讲会当协助这寡搁留伫武汉的台湾人，互因量早返来。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在今日也表示讲，后礼拜第2批的指定航班已经有452人登记，返来到台湾了的集中检疫所也已经准备好势啊！现在是早上的6点，4月13号，我们终于完成了14天的检疫隔离，今天终于要回家了。期待真久，迎接透早的日头。顶个月29头一批为中国上海搭背包机返来台湾的153个民众，隔离期满，赶大包细包的行李，赶紧要返去厝邻。早起离开集中检疫所的时阵，是真感谢协助因返去厝邻的人。开不开心？我们就要见到爸爸跟姐姐了，也开心吗？开心哈！你看，谢谢，谢谢。除了厝邻的人接转去，嘛有检疫期满的人搭游览车、搬客停车或者是坐运转去。这个带中国籍配偶的吴先生表示，今年新正带9年级的后生甲太太转去中国过年，煞调伫咧乌北，烦恼后生的功课对人袂着，就先转来台湾。太太目前还未摕到台湾的身份证，所以要搁留伫咧乌北。在那个湖北的话，就已经隔了70几天了。对，1月16号，两个半月了，都不能出门了。就同学传东西过来我学习啊，做我学习。那你这样
学习会不会觉得很辛苦？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有家人教我。 5岁时的学生这段时间无法度像一般的学生同款正常去上课，好加在同学甲上课的资料透过网络传互伊，互伊的功课才对人会着阵，希望伊会当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 国防大学陆军学院在今仔有风声讲，学校紧急停课，是因为有学员发烧规礼拜拢烧袂退。不过国防部在今仔日也出面来驳回，讲只是今仔日出现扫字意。不过为着安全起见，也进行全面的消毒，也强调讲无因为安尼就来停课。 学校讲，这位学员已经转到国军桃园总病院看医生啊。学校也会启动防疫机制，目前要该停校检验的结果。若准有确诊，这间学院就要用线顶教学。学校会要求学生就要做自主健康管理，挂水暗，逐日磅体温，做伙来防止这个病毒看开。 讲到咱台湾的国卫院有开发15分钟的武汉肺炎快速体检，经济部在今仔日也表示讲，会由公检院甲民间企业做伙来生产试剂加检测仪器，上紧伫7月就会当大量生产啊。另外，互咱囡仔专门用的水暗也要开放网络注文咯。新冠病毒目前外科实验室的核酸检测，要用4点外钟才会当检出结果。 国卫院、中研院近期研发出只要15至20分钟都会当检出病毒的快筛技术。行政院13举行记者会，邀集几个部会报告医药防疫科技研发进展。经济部表示，将会联合工研院甲民间企业量产。 这是我们的一个核酸的一个侦测仪。那事实上配合我们的一个试剂的开发，可以高达90% 这样的一个准确率的。6月的时候可以完成试量产。那这个试量产的话，准备生产1万剂的一个试剂，10台的一个侦测仪。那7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进行量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以卫福部长的身份列席，伊再次强调，台湾无进行普遍体检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医疗量能崩盘。考虑到真侪家长不满。 儿童的喙安无好买，伊也赶紧开放详细寸尺的悠悠版网络广播来卖。口罩也是一个科技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了哈。选择4到6岁的小朋友的这样的口罩，最主要目的是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哈，就是基本上还是一个网络的熟悉使用者，好，所以从这里先从这边开始。 国内停用喙暗政策，原定延长实施到10月底，指挥中心也宣布将延长到6月底。对于喙暗地图，也预计会阁将型号标示更加清楚。记者综合报道。 在咧防疫期间，一直有风声讲台湾的药仔分配无平均的情形，就算是药署一再出来驳回讲台湾无欠药仔，想袂到一查落到底，才知影讲一寡大间院的早就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囤药仔，是药署也要求这寡病院甲超量的部分就爱让出来。 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常常听讲药局欠药的状况，就算讲食药署驳回真侪届台湾无欠药的几率，不过即马却传出讲有部分大型病院，伫咧疫情发生的初期，就已经开始大量囤药仔。食药署已经要求这寡病院药品超量的部分拢爱行回来。可能他们是未雨绸缪啊，就是可能就像跟那个。 储备卫生纸一样，大家有时候有一些预期的心态，然后会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根据食药署的了解，目前市面上欠货，而且有实际囤货药品，主要是700种的甲状腺药啊，还有部分的心脏药。食药署在武汉肺炎防疫期间，药品分配无平均的处理指引，包括已经超量订药的病院，必须把超量的部分退回去原本经销的药商，一直到医疗机构药品的库存降到前一年月平均实际药量为止。另外，疫情期间医疗机构的门诊数量降低，可能会造成库存量增加，医疗机构应该评估，而且调整后一个月药品订的数量。 我跟厂商叫了这个药以后，我就要付钱给厂商，因为都是健保给付的药，就是凭处方签，有多少病人需要，他就凭处方签给病人，所以并不像什么卫生纸我囤起来我可以卖钱。而且为了查清楚这寡大病院迄当阵超量缴费，到底有牵涉到囤药的行为，食药署会进一步来稽查，再个以公平交易法或者是医疗法令等等的相关规定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阿里山伫清明连假放列做是经示景点，林务局也决定讲要甲阿里山森林铁路11座主题列车先取消，定期列车的车座是无改变，会照期间发车。另外，台铁的新左营站也甲民众伫等车的椅仔拆一寡条，目的就是要保持社交距离。
民众把握机会记录消费者的影像。阿里山森林铁路针对四季煞主题列车受到真侪民众欢迎。不过自从1月底疫情发生以来，民众较少出来佚佗，佮加上清明连假，阿里山游乐区靠国家级警部来点名。为着兼顾防疫状况，林铁主题列车会伫4月15到6月30暂停营业。已经买票的民众嘛，唔免烦恼，会当专家退票。我们从1月份统计的资料，搭乘率有64%，到2月份的52%，到3月份只剩下29%。许多游客都有避免出游这样的心理作用，所以主题列车就先暂停行驶。阿里山林铁取消列车的防疫，电机列车也是维持正常的车帮。若是代替单车区的座位，嘛因为要配合室内1.5公尺的社交距离。原本伫影面顶有大标语提醒民众爱让旁坐，毋过不少民众哪像无快就甲坐落，佫无爱听站务人员的口渴，就要代替找厂商甲一排4个座位的椅仔拆掉2个。这样子大家就能够很明确的保持安全的距离，在座椅上有去贴那个不能乘坐的那个标示，但是发现旅客遵守的那个程度很低。啊，袂要紧啊，小徛一下啊。啊，以后若迄个就搁回复我。为着要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台铁电梯嘛限制间会当4个人坐。为着落实防疫措施，疫情期间各单位间会当一直进行各项措施甲宣导，希望可以当伫这个非常时期降低疾病传染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南市每年上花金库的活动，头摆使用徛名制，平常时是现场登记，假日时爱网络先登记。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开播活动，甲接送巴士服务。逐年到4月中都是看火金菇的季节，因为今年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由台南市政府主办的看火金菇的活动，今年头一届采用拜1到拜5现场徛名登记，佮有休困日注文的方式。每天就有2个时段可登记了可以从下午4点半到5点半，到6点到7点。每个时段大概有500名为上限。因为每年是户外开放式空旷的空间，今年每年看火金菇的季节期间，休困日平均册一天有3000至5000人来看。原本市府想要停办，不过若停办无管制，民众家己去看，颠倒对防疫是更较不利。市府经过评估了后，因为安尼才采取管制措施。我们保护好萤火虫，也要保护好自己。就是说，我们自己该做的防疫措施，包括口罩，包括勤洗手，甚至包括拉开安全距离、社交距离，这点也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如果到时候不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萤火虫健在，人却出了问题，那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台南市政府强调，现场的活动会甲分时段、分人流、防体温、喷酒精、挂嘴罨等等防疫的措施做好。同一个时间嘛，因为烦恼密闭空间甲排队群聚的因素，今年接送的专车嘛会取消。黄伟特强调，甲防疫的工作做好，才会当保护家己。希望民众会当体谅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大专排球联赛的决赛伫这礼拜就要输赢，不过受到疫情影响，是无开放对外来接参观。其中台师大的查甫排球想要拼连续13回冠军，却因为台师大疫情出现病例，规个体育馆也已经封起来，因只好伫外面练习啊。早装备来到公馆校区，台师大男女排准备练习，队员先用酒精消毒双手，运动的时阵搁较挂嘴罨，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你们在外面也全程戴口罩？对啊，就尽量配合一下，不然就是万一到时候一个感染的话，可能会造成很多事情衍生出来。正好因为2个学生确诊，4月初6到17改成远距教学，所有校队停止练习。排球队因为大专排球联赛决赛这礼拜6照常举行，不得已伫户外阿摩土地备战。它的地板是水泥地板，那相对的对球员的伤害，其实我们也很担心，说他们可能会因为在室外场地练习，然后会受伤。基本上都是练个人技术，就是比较不会2个人之间就太靠近那种，就比较不会练。爱保持距离，才会当练个人的技术。伫阿摩土地练，搁惊受伤。对全球13连败的男排甲2连败女排来讲，训练受影响，心情也加一寡无奈。顶礼拜5，学校搁较受到大专体总要求，提出队员不在确诊者返回的448名学生的名单。其
其实我们不是针对台师大了哈。那如果说各校是有出现在我们中央这个防疫中心里面所提到的那个3类的一个情形来讲的话呢，我们通通是不能够出赛的。大专体总定睛并不是针对台师大，是正经人女决赛各6队144名学生选手拢爱证明健康。只是台师大因为有确诊，引起其他校校关注甲反应。师大表示，人女排各登录12位选手拢无伫范围名单，会维持身体健康，调队数上好的纪录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伫4年前有公布驻地条例，只要民众饲野生的米狗，就要罚款5000到1万块。不过保育人员伤少，就算要开罚单，也要有警察来做公证。也因为安尼，也是有民众伫饲一寡狗，也互大家拢饲甲肥滋滋。其实咱爱惊的是，一寡高山身躯顶的病毒，恐惊会危害人。泰原邮局又搁传出有民众饲米狗，搁翕到因肥滋滋的模样。其实4年前台东县就制定驻地条例，若饲米狗互查到，就要罚5000到1万的罚金。不过这4年来，一直有游客伫咧野外咧饲米狗，不只个保育人员的骹手无够，干那会当先劝导，才搁裁罚。目前已经劝导几千人啊。如果有屡劝不听的状况，我们才会收集证据来做开罚的动作。柯家豪表示，虽然骹手无够。不过，东河乡公所也是会派人拜6礼拜假期的时阵去登山桥劝导，尤其是最近武汉肺炎疫情的期间，更加爱避免人甲动物近距离的接触。这几年又开始发病的狂犬病之外，那也有所谓的疱疹 B 病毒，那都会对我们都是属于那个人畜共之间的一些共同的传染病。台东县农业处表示，即马风景区已经爱管制游客的数量，除了人甲人爱保持距离以外，人甲动物嘛是同款，呼吁民众爱遵守，嘛是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善化庆安宫有一种伫土骹行棋的娱乐，而且这个娱乐已经有上100年啊。这个款行棋的方式号做是行直，咱做伙来看卖。两个老大人坐伫庙前的顶仔骹，当咧耍棋子，这种棋子真罕得看棋，棋盘更较稀罕，是坐伫土骹的砖仔面顶行棋。而家做这个，拢安尼磨甲这个圆就对了，这个自然的啦，唔是人学的啦。台南善化庆安宫庙方表示，这个地砖有要外100年的历史。这种棋号做行直，行直是古早时代农村社会大家纳凉的娱乐。在地老爸讲，2个人对战，一人12粒棋子，不管是直的也是反的，只要3粒连做一线，也是甲对方的棋子包起来，就会使甲食掉。古早时代是拢用石头啊啦，一个用迄个红砖啊夹安尼啦，无小相呢。无小相形就对一个12日哦，那这输的人就差不多剩2日就袂当，伊这都一定3日到5日。我们那个老人家他已经过世了，他如果现在在的话也100多岁，就跟我讲说，囡仔吼，我甲你讲，这地吼是我学的呢，阮过来的囡仔安尼吼，逐日在遐个考，哇，他很缅怀。古早有一句话讲，新鲜棋去食直，就是咧讲行直是老百姓简单的娱乐。庆安宫几10年前重新规范，意外发现这个上100吨的棋盘地砖，互现代人袂使体会到这种坐咧顶仔骹击头壳的古早行棋。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有一种花号做海鸥，若真想要赏这款花，真侪人拢拼到台北的草山去。不过即马唔免拼到草山，伫台中的外埔，就一大真看的海鸥田，而且民众唔免换遐讲，就会当行入去田里来欣赏。伫这个所在，还有一种黄色海鸥，目前当家开也开甲真水，真侪民众也拢来遮行搭。游客摕黄色海鸥啊，一直在翕相，边仔阁有少年人在学网红结姿势。台中外部这片700平的海鸥田，即阵已经成做上界热门的拍卡好所在。蛮惊艳的，因为以前的印象都是海域就只有白色的，没有看过黄色，而且也还很漂亮。环境我觉得很漂亮，因为后面都是绿色的，然后今天天气又很好，所以拍起来颜色看起来蛮搭配。它的颜色就是非常的鲜艳啊，然后而且我看它跟台北不一样的说，台北是水的。这边是陆的，所以我觉得它是比较贴近我们的感觉。游客讲，这种的是土景黄色的海鸥啊，所以要看花唔免换衫，会使直接行入去田里。而且真野目的黄色海鸥啊，翕相起来嘛真好看。回龙表示，今年气候好，
所以海鸥嘛开真多。今年气候还不错，花开的还蛮多的。那最近这到清明年假之前，花都还蛮大朵，还蛮漂亮的。这几冬因为有网红含得名师伫网络斗宣传，所以若到花季，就会吸引侪侪游客来遮赏花。清明连假即阵，海鸥算开了上好，按算上晚敢若开到6月。提醒想要出外佚佗、赏花的民众，骹手就爱较紧的。记者综合报道。是全台语的电视剧，也是偶像剧。若是一个人特别推出咯，这回邀请到金钟奖的编剧杜正德来做导演，也邀请真侪少年演员来扮演现代人，伫都市内面孤单甲寂寞的爱情世界。这出好戏也值得咱做伙来期待。我毋是无爱你，我是想要过一个人的生活，你知无？好啊，分手就分手啊，我嘛会使家己一个人，我嘛会使家己一个人过得足好，过得比你更较好。少年辈的新生代演员孙可芳、宋碧薇、林子宏、陈璇等人，头一摆以全台语的方式演出现代人伫咧爱情世界内底的孤单甲寂寞，就连台语资深的演员陈阿兰和苗可丽等人也来客串，替这出新世代有路的电视剧加添光彩。有别于以前的台语剧，都让人家觉得是3天剧，这个戏非常有深度跟感动。让我觉得参加这出戏他妈成功。可能有时候记一个词的发音还记得住，但是声调就常常我是很容易会飘来飘去的，所以在现场就会一直听到台语老师在很远的那一端大喊着我的台词，然后告诉我应该要怎么演。囡仔是乖的，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改编影阵，大家对台语戏剧的印象，金钟奖编剧杜正德头摆做导演，对戏剧到戏码拢下功夫，认真讲究。好了，我们把网络上流传的国际不读之书表演放到这个戏里面来。所以我其实想要做的是贴近生活的戏，就是你看的要有共鸣，就是这里是你身边会发生的事情。现代世间的有情人如何伫咧花花世界感受爱情的温暖甲束缚，又搁要安怎伫咧情海当中找找生命的意义，重新熟悉家己？台语电视剧若是一个人，4月19会伫咧公共电视台甲华视同齐播送。记者洪敏珍综合报道。伫咧台湾有一位爱爬山而且真够爬山的选手江秀珍，伊是台湾全头一个完成世界7大洲上关山爬到山顶的女性。伊也行遍了天涯海角，伊感觉讲也是咱台湾的山上水。伫登山界，若是讲到江秀珍这个名，大家应该拢袂生分。江秀珍伫1995年成功爬起圣母峰，嘛是台湾头一个爬起圣母峰的女性。2009年，江秀珍嘛是全世界头一个完成爬起这顶峰加圣母峰的女性。我16岁开始，第一件爬山啦。迄当时嘛唔是讲介意，后来是参加救国团，甲开始爬台湾的高山啦。迄阵。去冬天去参加爬雪山吼，落雪啦，落3、4天吼，哇！我就感觉讲，咱台湾爱遮水。江秀珍伫爬山活动的过程，体悟到生命意义甲价值，并毋是为着替家己创造辉煌的记录安尼尔，颠倒是真心希望会当用家己的专业知识甲经验，对台湾的登山运动会当有帮助。其实咱山足济啦，要甲你看，咱是全世界吼，迄密度上悬的啦，这细数这么小的地方就对啊。不过咱有3000公尺的高山，差不多要将近要300粒啊咧，300粒山呢，所以咱四面环海，高山林立，咱囡仔若袂晓爬山，袂晓游泳安尼，住伫咧遮，毋知要创啥我可惜啊。种树望10冬，教人一世人。江秀珍对推广登山教育的热诚，绝对不只是一场1-2点钟的演讲，是希望会当对教育推广，慢慢将爬山的风气、好处以及侪相关知识一直传落去。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最近的天气侪变化，明仔载气象预报，咱也做伙来详细看。北部地区对11度到25度，
中部地区对11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15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1度到24度。咱来看外都地区，对12度到24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德国的柏林来去赏樱花，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